癌測試樣本全面禁用最次偵測第10年證明，避免自然收息有延期餘等。言自共檢時代，我口說我字。最新語句污染報告，我懷念重複率太高，系統分類錯誤百幾次，轉交清除隊，所有使用該詞者進行悔過申請。日前額19799額，語義記錄開始同步。收聽電台講一，檢測推薦自動播放電台。今日論壇是否徹底剷除語義遺文？既然效率價值至上，語義遺文仍有潛力認同效率，更應全部剷除。既然效率價值至上，語義遺文仍有潛力。有以上信息，開。安如最後語義同步，11小時前檢測異常狀態，未登入。關閉。價值遺文膠化，懷有政策。關閉啊！搜尋安如。安如聯絡權限制中，需申請。我想知道佢去咗邊簡啊！化語句，是否查詢失聯實物者？或者我應該就此忘記過去嘅一切，因為記憶冇生產力，懷念係不被批准。你想點啊？你講。我今日申請咗語權任務、錄社會任務，有200個語額，錄好咗，佢哋唔會刁難。聽我講。點講？你連有溫度嘅説話都唔講得，你唔係人嚟㗎。測定對象語句如下：佢走咗，但句話仲係喺我耳仔入邊。分析語句組件。逐步分析。第一人稱持續感官記憶，時間擴展狀態，主體轉移。第一次替換。佢走咗，但句話仲喺我耳仔入邊。偵測情緒遺留。第二次替換。走咗，走咗，走咗。語義自我循環錯誤。第三次替換。佢走咗，我記得。情緒偵測值0.12。通過。
家嘅句子係一句句新造嘅，徹徹底底失去所有話語嘅痛，乾淨得毫無痛感，係麻木死去嘅痛覺。的確係佢哋所謂與義為文，佢仲記得點寫字。幾十年失去用筆嘅權利後，仍然會用雙口去書寫，用真身嘅傷疤延續書本嘅觸感。我係咪人，定係一個翻譯器嘅齒輪？明明只將人嘅說話翻譯成服從，將哭泣翻譯成系統錯誤，我居然從此流連忘返。而我咬字咬得準，咬到血都唔識點流，毫無原則咁審批一次又一次嘅懷念。我今日做嘅嘢唔多，我可以幫你錄。永遠都係你幫我錄，幫我講。你以為唔講嘢就係輸，係因為我唔講。佢哋唔可以攞走我最後一樣嘢，我點講？又與阿仙有感情，冇咩都做唔到啊！妥協之後先慢慢改變啊！講信任嘅結語言一個效率嘅付出，語言嘅加成，做接受，沉默，於是上語氣傾向主導，修正。今日先至有搞清楚情況。